新德县原住民丰年祭今年头一摆要刷到德北市区来举办，希望吸引更较侪人来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。阿美术勇者在德北市市区跳原住民的传统舞蹈。今年新德县原住民丰年节特别准备来德北市区举办。原住民先透过传统歌谣、参舞蹈，要向大家讲这个消息。这届活动把头一摆将丰年节祈福仪式对外公开。祈福仪式是最主要，就是让我们的祖灵告诉我们的祖灵，我们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定居在这里，请求我们的祖灵能保佑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每一天、生活的每一天。都顺利平安。里面这个是一件衣服，然后这一件，尤其是这一件，就是老人家都会为了小孩子特别缝制，每一件的花样都不一样。原住民把将代表上关境的金灵地啊送给德北市长，代表大家就亲像一家伙啊同款。竹北有许多的族群在这里生活，不管是客家闽南，或者是新住民，还是原住民，在这边我们都尊重各自的文化发展，并且尊荣，希望文化的这个发扬在竹北呢可以和乐融融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新德县原住民丰年节活动，让更加侪人明白原住民文化。因那这个活动8月7号会在德北水准公园举办。记者杜君豪新店报道。